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7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总统伫双十大会发表演说，表达台湾主权绝对袂退让的立场。台湾的前途爱照台湾人民的意志来行。连假第2天，北州路大塞车，高公局提醒11要上北的民众会当早起就出门，车会较好走。印度风台依规渐渐通过巴士海峡，气象局讲，这2天啊，风台离台湾上近下暗就发布海上警报。今仔日是双十，总统蔡英文发表演说，强调讲，若要解决两岸意见无共的问题，就要透过平等对话，嘛表达讲，台湾的主权是绝对袂退让的立场。而且总统嘛，甲在野党发声，都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还有台湾的主权。而且台湾的前途都爱照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来行。CH-47运输直升机吊挂历届双十典礼上大面的国旗飞过天顶，开始今年的双十典礼。今年的双十典礼以民主大联盟世界加好友为主题，展现台湾加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去年我们送出的口罩是 Taiwan Can Help， 今年他们送来疫苗是友情的疫苗，这就是善的循环。我要在这里向国际社会承诺，台湾一定会在国际社会中做出贡献。不过，接落来讲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总统蔡英文强调，两岸要解决分歧，需要平等的对话。我们善意不变，承诺不变，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蔡英文嘛，呼吁参加典礼的国民党、民众党、时代力量3位在野党的主席朱立伦、郭文泰等讲话表示，政党的政治有竞争，不过若牵涉到国家的尊严、甲人民的未来，都需要团结、约束死的坚持。永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奥运拍运选手组成的车队驶过总统府的头前，过去1年以来保护台湾的军警消、医护人员等等，嘛来参大家见面，接受民众的感谢。都足欢喜的。我感觉是应该是差不多，参加的人有较多咧。雷好战机飞过总统府的天顶，来为今年的国庆大会做一个结尾。虽讲今年因为疫情也是有淡薄仔限制，也不过现场的民众也是真热情，做伙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记者都不管3个人台北报道。讲到每一年的双十大会，除了想到国军联合各队、二队，也有宪兵快速反应类的表演。今年军方阁派出直升机，也有主力战机。另外，还有雄风飞弹等等各造的武器冒出现，要让民众看到咱国国防自主的力量。上尾是由空军喷拿白红3个色水的彩烟通过会场来做压后。国军联合各队还有3军2队表演，是每一年国庆大典一定爱看的节目。今年阁特别安排高队表演。二队嘛结合流行歌曲表演，像是萧煌奇的《逆风飞翔》。唱国歌。今年国庆大典唱国歌，除了一边关税署副署长罗义军、东京奥运跆拳道铜牌的国手罗嘉玲，还有警察、消防，还有医护人员代表以外，军方两只 CH-4怪轻旅客运输直升机嘛，挂着人民大国旗来到会场。空勤总队还有3军嘛派出直升机，还有主力战机，以空中分列式来通过总统府。首先通过的是 IDF 金国号为国人自制的高性能战机。
过去叫做宪兵机车连的宪兵快速反应连嘛，伫前导车率领之下，总共有9台战术精修车，还有54台重型机车，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来通过管理台。军方嘛派出救灾、抗旱，还有防疫有功的官兵，以救灾车队来向国人致意。另外，各组飞弹车包括着剑利飞弹、雄风2型，还有3型飞弹，还有天宫3型飞弹嘛来参加国庆大典，来展现国防自主的战力。典礼最后是由空军雷虎小组5架 AT-3教练机飞过总统府，喷出国旗、蓝色、白色、红色3色彩烟，来祝福咱的国家生日快乐。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台北报道。最近中国军机常常飞来乱，根据人民册台湾西南空域专业的资料，今仔日早起7点5，阁有一只中国军机来扰乱咱国的西南空域。根据了解，今仔日早起7点31分，一只中国运8反舰机飞入来咱国的西南空域的防空识别区，空军除了监控甲警戒，嘛用广播甲因驱离。不过目前国防部是也无证实这个消息，因为今仔日是双十节，所以中国军机的出现嘛特别受到大家注意。今仔日是台湾真重要的日子，为了感谢济替台湾真拼死地付出的人。主办单位专工邀请东澳台军队选手罗嘉玲，也有中央甲地方的防疫英雄，要来带领大家做伙唱国歌。另外，双十大会了后的台湾英雄大游行，嘛特别邀请东澳甲拍运的选手，也有防疫英雄的代表，做伙来参加典礼，要来感谢因对台湾的付出。大面国旗飞过总统府，客家儿童合唱团甲6位英雄代表伫国庆大典顶悬共同演唱国歌。警校代表刘开修、杨福神，东京奥运跆拳道铜牌国手罗嘉玲，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疫情期间，互精神无稳定确诊病人，提到不幸的何律师陈文珍、徐熙君。会紧张，因为罗夫唱的蛮大声的。就是想说啊，罗夫唱那么认真，也要认真唱一下。我们后面的客家合唱团小朋友也都唱得非常大声，所以我们也不敢唱太小声，免得说，这个比输给小朋友哈，那这个不够格当一个领唱人啊。人个人拢真认真，也讲要登去到工作上继续打拼。不过陈文珍正手掌神经互病人扑伤断去，目前还在复健，也无登去工作。伊讲有时阵也是做噩梦。望着互病人对赶，不过无后悔做好护理师应该尽的责任。努力做好身为护理师该做的事情，然后也不会特别抱怨或是什么的，就觉得它已经发生了，它就是在那里了。还是会蛮担心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但是还是会想要回去。另外，东京奥运甲拍运国手甲各单位的防疫英雄，也受邀参加国庆大典了后的台湾英雄大游行，由拍奥运纪录得到台湾东京奥运第1面金牌的亚洲练国手郭幸存拍头阵，沿路民众尤其欢呼主办单位也夜抓花，代表对所有防疫英雄甲拍运奥运英雄的拍拼表示感谢。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的消息。第18号轻度风台圆规是渐渐通过巴士海峡。气象局指出，明仔载甲后日风台是离台湾上近。风台路线若是无改变，下暝暗时就会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警报。另外，受到外围环流甲东北风的影响，沿海影会真大，东北部也有北部的山区可能会上大雨，民众都要特别注意。3号线风台已经减到真侪热带性低气压，南台湾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出现长影。垦丁南湾早起，海影将近3公尺悬，一直冲来岸边。趁天气袂歹，不少人落水来冲影。因台风的影响，浪高有拉到1人半到2人。浪况很适合我们初学者练习，然后也很适合高手在那边冲浪。把握时间来算水，因为线内依规风台慢慢通过巴士海峡，外围环流会对台湾附近的海域带来影响。若是路径不变，气象局会对台湾南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另外，受到东风沉降影响，西半部天气好天真热，苗栗一度出现38.3度的高温。在苗栗县最高温出现了38.3度。新竹县市也都出现了37.7度的高温，这主要就是因为受到整个东风沉降的作用影响。我们预估
这个圆规台风未来还是会再持续增强，而且它结构还在重整当中。未来它持续向西北的方向转西的方向，逐渐通过我们的巴士海峡。如果这样路径它维持不变的话，我们预估最快可能在今天晚上就会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专家更加解释，虽然暴风范围无及到落地，不过外围环流威力也是要重视，尤其是东半部要严防大水雨。整个外围环流的这个结构相对比较大一点，它的台风的偏东风碰上中央山脉，就会在迎风面的整个东半部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是由依规风台接近，气象局在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台南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有金门马祖，会有9级到12级强阵风。台湾附近的沿海应管大约有3公尺到5公尺。另外，西太平洋有一个风台叫做南收，即阵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的双十连假，真侪民众去台南安平的渔光岛遐耍水。今仔日下晡点外所发生渡水的意外，有3个民众去互应假去，其中2个人有家己收起来岸边，另外一个17岁的少年人经过抢救，也是救无回来。我们出勤的时候表示是有游客落水啊。那我们到场的时候，已经有辖区分队、安平分队跟海巡的单位在下船艇抢救。那我们救护车就是在岸上待命。那待民众抢救起来之后，我们立即给予急救处置。那就近送往急救责任医院国中和。那该名民众是一名年轻男性。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这个17岁姓詹的少年人，今仔日甲朋友做伙落南去安平耍水，但是发生的时阵大影汹汹拍来，连人抓规个架起。落尾救援人员是伫离现场差不多500公尺远的海面找到这个少年人，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当场有随家做 CPR， 嘛有送病院抢救，落尾也是救无回来。所来咱来关心今仔日国道交通的状况。伫双十连假，袂少民众拢驶车出去佚佗。连假的第2天，国道持续一直来坐车阵，袂少所在开始伫塞车，甚至伫国道5号还佫发生车祸，塞车是塞要1公里远。高公局提醒11要上北的民众，会当伫早起的时阵就出门，车比较会较好走。这个看起四界拢是人，双十连假第2天，新北瑞丰的9群老街有真侪人来遮，他有3天的假期，大家拢出来行行。人过人的情形伫金山老街上款来出现，人最高因讲是一个接一个，用流量一度达到40%，警方赶紧加派人员伫现场管制交通。毋但是老街人真多，画面再来到中台湾，南投的武岭后园山停车场早就客满，也是有车一直开上山。另外，伫台中的宝乐园，游客人数是更加惊人。机场设施四界拢是人，大家拢来耍水，大家随着水泳是耍甲真欢喜，甚至买票所在也四界拢是人，排队队伍是排甲真长。另外，伫南投的指南宫人也苦，信众一直入来，大家拢来拜拜。现在人潮跟过年差不多，人来足济非常济啦。应该跟以前没有要不疫情那个时代人潮是大概接近了。国内各大有名景点，连假期间四界拢是人，更加造成各道塞车。高公局预估一天的交通量会来到112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3倍。早起袂少路段拢出现挤迫，国1北向东湖到十指，国3南向土城到树林这路段车多塞车，时速在40公里以下。国1北向内湖到东湖，时速更加无到18公里，甚至部分的路段发生事故，造成塞车。其中涉水崩坑发生车祸，造成国5南下塞车大约1公里。另外，中道过了后，各道出现一波上北转来车流。在国1北向的湖口以及国3北向的大溪的路段，还有国6西向旧镇，目前也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北返的车潮。国5北向的宜兰到坪林路段，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车速呢大概可以维持在20到40公里左右。连假搁剩1天，高公局也说明，在是以上北的车流为主，并且点出开塞车的路段，包含国1北向新竹到湖口、西里到保盐系统、南屯到后里。国3北向关西到大溪、草屯到雾峰，也有国5北向宜兰到平南等路段，拢要特别来注意。即阵疫情较热，大家拢利用这时间开车出佚佗，毋过惊讲塞伫个车阵内底，提醒上北的民众应在早起时段来出发，也是利用替代道路，避免塞车。记者综合报道。
接来带大家来关心国际消息。西班牙拉帕马火山爆发已经超过3礼拜时间。根据当地政府的观察，火山爆发的情形并无断点的现象，即嘛颠倒是哪来哪食力。目前火焰奖已经算断1000多间人家厝啊。这是为加那利群岛传来上新画面，为当地时间初9半暝到初10天光了后，新的火山必巡一直用力喷出火红岩浆。救援单位卫星的所在甲空中翕的画面，因看到岩浆就亲像河水同款，顺山坡向海岸地区流过去。Que ha conducido a que una serie de bloques se incorporen a la colada principal y también ha conducido a que haya nuevas coladas que han vuelto, digamos, a discurrir.sobre todo en la zona norte del cono. 岩浆流向沿海地区了后，拄到温度加真济海水，加造新的陆地，安尼地层是真无稳定。La colada de la lava se asienta sobre un área que no tiene estabilidad. Esa pequeña plataforma costera con sedimentos puede moverse en cualquier momento.Y luego, después de esa ruptura, inmediatamente lo que tendríamos son explosiones pequeñas, porque vamos a liberar más vapor de agua. 除了伫海岸地区造成无稳定的因素，岩浆流过所在也造成重大灾情，已经将近1200栋的厝被摧毁。岩浆流过面积超过490公顷，真侪人的产地农场拢互岩浆无情甲砍过去。另外，火山活动也一直引起地动，3礼拜以来，当地已经7到37摆地动，上大规模4.1。公司新闻7家人病愈。咱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今仔日新增加7个带病入境，无本土病例，嘛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不过因为本土疫情有较长和，双十连假的期间，不少景点是出现济人阵，这嘛引起外界烦恼，讲疫情可能会阁反扩。意思提醒大家，本土零确诊并无代表病毒已经拢消灭啦，大家要是爱看的切咧。迎接双十国庆，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也有好消息，本土个案零确诊，也无增加死亡病例，不过增加7个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序号5跟序号6，他们分别在8月的时候有接种2剂的国药跟科兴的疫苗，那其他部分就看起来不像是突破性感染。第一组疫苗部分，嘉义市有一个30多岁男性9月中到诊所做 A 剂疫苗，先要到9天了后出现胸坎杂杂、胸坎痛、头壳痛这个症状，送医治疗，伫10月初9早起不幸过身，检验上验了后，要搁找时间解剖了解死亡原因。他发生不良事件的时候呢，医院就有马上进行通报。那当时呢，卫生局接获消息，也有协助做预防注射的受害救济的申请。因为本土疫情等好，加上5月关上路，国庆连假期间真侪热门景点人拢真侪，引起外界烦恼。连假过后，疫情搁起来，有医师提醒，新冠病毒已经流感化，真侪感染者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国内本土病例零确诊，并不代表本土病毒清零，也是要提高警觉。无症状传播者到底会不会变成有症状，甚至说发病之后传染更多人，其实没有人知道。那由于很难去区分哪些是新冠病毒，哪些是普通的流感病毒，而造成后续感染的案例，我想越来越新增加。医师强调，秋冬也是流感流行的时阵，而且新冠肺炎病情甲流感正同款，为了让医护人员能赶紧分辨病情，让患者第一时间得到妥善的治疗。除了做新冠疫苗，也建议过7天了后，各做流感疫苗，建立社区群体免疫力，安尼才有机会降级，较早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下暉8点，伫咧高雄的港区会来办庆祝双十的宴会。过到了后，附近嘛开始做交通的管制，也那布置甲西雅湾嘛已经出现不少观光客。人会柜台摆甲车道高雄西雅湾这间有名的冰店，游客为中昼过后人都真多，另外一边的路边店也坐满人客，各环形四向5倍观。业者讲高雄已经真久无这么闹热，人客真是拢一直来。绝对很开心啊！这个真的有振兴到啊，一定有啊，人潮好多，一早就爆满的人潮。会把原本就是想要购买的东西来使用，但不会特别想说我要用5倍券去多做什么，原本就是预料之外的消费。
另外一边的布置人也真多，烟枪弹头家中岛都开始备料，准备迎接国庆商机。有啊，会啊，但是希望好一点啊，因为而且也限制得很严格啊，5倍券还没开始，效应还没开始出来。那你会收吗？会啊。今年国庆烟火伫高雄港区周边的交通为礼拜四12点过后就管制，为纪念放烟火美景西雅湾中烈树边的步道，摄影机的架已经更加是拢无废啊。昨天就没有位置了。昨天有来吗？昨天有朋友有来看，然后就已经没有位置。是啊。大家期待暗时8点的国庆烟火，这摆准备将近2万发，因讲是6年来上济。不过早起所发生市府提前设置的地震，还被爆发的部分烟火发射筒。因为风险伤过大，和海影加走泡水失效，市府回应，这个落落海发射筒只是烟火数量的2%，未影响整体烟火呈现。记者综合报道。捌提过国家医疗奉献奖的匈牙利传教士，在1961年时阵，捌伫家己的圣家病院提供医疗服务。不过，这间圣家病院已经是趴园超过25年啊。今嘛有民间团体提案。希望会当甲遮改造做偏乡的医疗博物馆甲医疗工作的基地。有的啊，那伊电话是20号，20号，吼。应有电话号码药袋啊，手写记录药方，绿草圣家老病院的收诊工课，治疗内底、外口的环境嘛，当咧进行。这间已经趴园超过25档的病院，即马有民间协会开始整理，要来甲空间活化。遮真无简单，遐原本有一个病院，有一个教堂，有一个幼稚园，吼。这个病院的部分，我查到讲有3个国家医疗奉献奖的得主，捌伫遮奉献甲服务过。因为早期没有健保，医疗费用非常非常高，那他去募集来了之后，就是变成没有成本嘛，那就可以降低很多那个医疗开销，这样，所以照顾这边的人群非常多。这间1961年伫鹿草开办的病院，因为医疗环境的改变。趴园超过25档，关爱故乡公共服务协会表示，有得到天主教家己教区的同意，暗算家2楼转做医疗博物馆，1楼整做偏乡的在体医疗工作基地。一个起身，互大家先整理起来，然后慢慢互附近的人对这有即么感觉，嘛好多去互大家来，若再做一个医疗的基地，也是教育基地，这是愿望啦，嘛是爱一步一步来。目前这个所在因为久来无使用。内底阁有真侪当初的医疗记录，关爱故乡协会除了收诊环境，嘛整理保存遮的资料，希望除了空间再利用，嘛甲这间病院以早照顾地方的故事，搁一摆互大家来知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开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也有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